掌声！你们少看了一个最精彩的桥段，真的。补跳。你们想看吗？要。谁叫你们不跳？来，有没有？其实也还好了哦，不要太期待哦，我们示范一下好不好？后面副歌就好了，2次啊。准备好了没有？你不回答嘞，心情不好哦。5、6、7，啊嘿呀！尖叫声不够。来，5、6、7，啊嘿呀！就这样而已啊！看到啊，好了，那应该不会扣我们的门票钱了。哦，但你们2个白带了呢。他们最近一直跟我，第几场了？第5场了，这生理期的第5场，跟我一起出去表演。每次为什么花莲就放过不跳舞了呢？心情不好，可
可能因为今天过来的时候一直很担心花莲会下雨，花莲下雨吗？很多天。哇塞，水库有满哦，花莲有水库吗？太平洋有满吗？还好，8分满。还好吧，你们家没有土石流吧？还好啊。淹水？真的假的？早点讲嘛，要不然我们来募款啊。真的假的？哪里学校还是家里？哎呀，啊你怎么还有心情来听我讲？还是只是放轻松转换的心情？也好啦，有那个抚慰到你的心灵。